我覺得係 identity 嘅問題啦。喺好多人嘅眼中咧，我係一個藝人啦，好多人都講話 artist 呢樣嘢啦。但係喺 artist 裏面，可能包括演員啊、歌手啊，甚至乎我而家一直做緊嘅藝術工作咯。我覺得似乎我喺演員嗰方面嘅時間仲少過我喺藝術工作嗰方面嘅。因為其實我做藝術都做咗好多年，甚至乎喺做圖方面我都做咗差唔多10幾20年啦。其實我初頭咧係唔知道自己對女性議題有關嘅，但係慢慢開始覺得自己身為一個女性，應該係要為女性而發聲。例如我之前有做一啲刺繡，因為刺繡都係女性嘅手工啦。以前係好少，直情係冇女性係讀書嘅。但係佢哋要嫁到去好遠好遠嘅地方，咁好遠好遠嘅地方，咁點同屋企溝通呢？咁佢哋自己 create 咗自己嘅文字啦，嗰種文字咧係唔係話你讀出嚟或者係點樣嘅？佢哋係口述相傳咁樣去傳出嚟嘅。咁我覺得以前嘅女性係好艱辛啦，即係嫁到好遠啦，而唔能夠去同屋企人溝通啦。但係佢哋能夠創造咗自己嘅文字之後，繡喺嘅手巾嗰度啦，或者寫喺線上邊啦，講下屋企裏邊發生緊啲咩嘢啊。雖然係一啲日常好瑣碎嘅事，寫嘅形式係好詩篇嘅7言詩咁樣，7個字7個字7個字。佢哋冇讀過書，但係佢哋其實都有嗰種浪漫啊，嗰種嘅氣質咯。我覺得傳媒或者社會上好多時都覺得女性係要依附男性嘅，覺得女性係一定要嫁俾有錢人㗎啦，或者女性就係要卑躬屈膝㗎啦。對於我嚟講，我其實覺得係好反感嘅，忠於自己咯。做自己咯。喺讀完書之後，我好想做一啲唔同嘅媒介嘅嘢，所以後來出現個散文集，先出現咗另一本嘅相集，叫做《赤色》。其實我用咗1年時間去籌備啊，各樣嘢啦。我希望用我自己嘅身體去呈現呢件作品咯。我覺得傳媒或者公眾都仍然係停留緊喺我細個嘅時候，孔雀王或者亞修羅。其實我已經成長咗好多啦嘛，可能係結咗婚、結過婚，有2個小朋友，佢哋亦都係出咗嚟做嘢啦。而我自己亦都 develop 咗自己嘅事業，另一個 identity 啦。咁但係你哋將呢樣嘢係變成一種娛樂嘅炒作，我覺得係一種唔尊重咯。對於我嚟講係好唔開心，我當其實係崩潰嘅成個人。呢個其實係我嘅藝術作品同娛樂圈係無關嘅，同藝人呢方面係無關嘅。我拍呢本書唔代表我係賣弄色情啦，我只不過係用我自己嘅身體去做一個創作，而大家係被誤導你去裹路或者你去拍性感照。但係我自己諗翻，如果我係為女性發聲 stand for 呢樣嘢嘅話，我係應該為自己爭取翻一個公道咯。其實都糾結咗，搞咗都成2-3年嘅時間啦，都令到我身心都幾疲倦嘅。我本來嗰本書就係講緊我忠於自己嘛，我係希望展現到女性身體自主嗰樣嘢啊。本來係一個文字或者係一個圖片嘅作品，我覺得而家成件事係好似變咗一個 performance art 咁樣。經過呢件事，由另一啲傳媒嘅傳播啦，好多人嘅 gossip 去講呢一件事啦，去到法律一個程序啦，對我而家攞翻一個公道，其實係有意思嘅。
更加呈現到我想講嘅嘢咯。其實都係困擾咗我差唔多20幾年嘅，因為好多時都係傳媒講、傳媒話，但係我一直冇出聲，係因為我唔想影響我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啊。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冇強調我自己以前係做咩工作嘅，直到佢哋返咗學，都係喺身邊啲同學去知道，哦，媽咪以前係做演員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哋係應該有佢哋嘅人生啦，我唔應該要影響到佢哋咯。但係已經20幾年啦，同埋我啲小朋友已經大個咗啦，我覺得我應該企返出嚟為自己發聲咯。我因為2019年嗰件事出咗本書嘅影響，同埋疫情嘅關係，都令到情緒都係比較波動啦，同埋即係冇乜心機去創作嘅。但係而家我會重拾返我嘅創作嗰樣 passion 啦。我希望觀眾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邊可以睇到真正嘅葉韻儀咯。